苗栗县的泽桥乡有一间烟火工厂，把原料放伫树林内底的仓库，昨暗火灾，加载是无人受伤。消防局表示讲，会来针对这原料佮仓库敢有违法做调查。暗时的树林红照甲光影影，消防人员赶紧赶到现场，而且也抢救支援。还很亮呢，中间那边还很亮。 消防人员唔敢大意，因为这全部拢是做烟火原料，先用水线来甲这边仔的草啊，抑个树仔火势拍互花，再用化学药剂控制大火。这杯暗时，这间伫咧苗栗造桥的烟火工厂传出爆炸声音，而且有闪白色光线，消防局赶紧出动人来抢救。人员到达现场的时候，发现厂区的最底部的树林内有发现大量白色火光。那我们据现场研判，因为特殊金属火灾。 消防局表示，起火点初步判断是伫树林内面一间仓库，真有可能是放制作烟火阿鲁米粉加米粉发光剂。这火势虽然无扫到厂房或者是成品，公司也是合法登记。若准化学原料放了伤过济，而且放的所在违反规定，会依照违反炮压烟火管理条例，甲因开罚。 若违规存放爆竹烟火原料达管制量30倍以上，处新台币30万元以上150万元以下罚锾。 令现场的相关位置、构造以及设备违反安全管理规定，处新台币6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锾。另外，伫中华关联一间车联厂车杯半暝啊，也发生火灾，警消人员赶紧拍火。火灾迄当时，大概有30位的义工随走出来，加在无人伤亡。厂方初步研判，真有可能是义工伫咧煮物件食的时阵无细力引起火灾。不过详细导火原因，阁需要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